中山嘅朋友實在太幸福啦，因為佢哋擁有住成個大灣區產品力最好嘅大平層。嗱，就係今日呢套啦，建築面積179平方，實際使用面積去到幾多啊？257平方啊，仲係一字板樓，南向咧望住啲咁樣嘅小區園林景觀，呢種視野咧真係正啦。買大平層咧，仲有一點好重要啊，大家好容易忽視嘅係咩咧？就佢嘅層高啊！呢套大平層咧，層高都去到3.5米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層高越高，對於成間屋嘅採光咧，亦都係最好嘅。可以講咧，呢個層高喺中山真係絕無僅有嘅。嗱，我而家所在呢個位置咧，就呢區嘅廚房啦。廚房雖然唔大，但係夠用噶啦。呢度出邊咧，仲有一個生活陽台。炒餸嘅時候，將呢度拉埋，唔炒餸就推開佢，將客廳用埋一齊，真係超級正。呢個戶型咧，仲有一個好大嘅亮點。嗱，而家帶大家過嚟睇睇。嗱，攝影師喺呢個位置先冇喐。呢度咧大平層啊，專梯專戶。而家你見到呢度啦，電梯出嚟，跟住我而家所在呢個空間係咩啊？係一個37平方嘅入戶花園啊！哇，你睇呢個花園幾大？佢就好似買咗套別墅一樣，將個花園咧搬到嚟空中。咁呢個花園可以做咩啊？嗱，你可以擺部跑步機啦，你可以約埋啲朋友喺度打邊爐啦，可以做成自己一個小花園。哇，呢種感覺咧，真係同買套別墅咧完全冇晒區別啦！而且仲係空中花園先。嗱，呢間屋咧一共做咗4間房。嗱，呢度第一間啊，作為長輩房啱啱好啦。呢度位置咧可以做衣櫃，呢度咧仲有獨立嘅衛生間，嗱，完全 OK 嘅。大平層咧最重要係咩啊？就係佢個空間尺度，從呢間長輩房到你嘅主臥直線距離啊，去到20米，真係妥妥嘅標準中山頂級大平層嘅標誌。呢間屋咧一共係做咗咩啊？4房4衛。嗱，呢個咧就第2間套間房啦，空間都非常大嘅，公衛啦，嗱，呢度全部都係家父標準。呢個公主房都唔細噶。嗱，最後嚟睇下呢間主臥先。中山嘅大平層最頂尖嘅主臥應該就係呢間噶啦。嗱，呢度3面採光，呢個第一面望小區園林。呢度係第2面，嗱，呢個光線咧真係正。第3面喺邊度？喺呢度，呢個位置亦都可以採光。兩邊可以做咩咧？做2排衣櫃。喺呢塊玻璃呢個位置咧，可以做成一張梳妝台。嗱，女主人咧一定 OK 啊！咁靚嘅光線入嚟，再嚟睇下你屋企嘅衛生間。哇，你睇呢個空間夠唔夠用先？淋浴馬桶，包括呢啲鏡櫃全部做好啦。呢邊仲有一個浴缸啊，大家可能睇唔到。最後帶大家睇下4代住宅嘅標誌係乜嘢啊？空中露台。嗱，就係我而家所在呢個位置啦，6米挑高嘅空中露台，連主臥都要有個花園。到時候交付嘅時候咧，開發商咧會將個欄杆推出去，望住咁樣嘅城市景觀，中山呢套大平層真係非常唔錯。